乡亲，早，欢迎收看今日9月24公司台记台在记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中国军机最近日头驶来台湾，国防部昨昏阁公布中国嘅解放军2架运8反舰机飞入来咱的西南空域，这已经是中国连续第8天飞来乱。台海局势较紧张，美国军事的评论，即嘛是讲美军应该定思考驻军伫台湾的代志。 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3000公尺的中共军机追，已进入我 ADIZ， 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处理。中共军机最近一直交代，国防部23暗时阁公布2架运8反潜机侵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的飞行情形。空军除了派遣空中巡逻、甲紧密起飞等兵力应对以外，也采取广播驱离、甲防空飞弹追踪监视。 其实，国防部伫22日正式出联合空空作战训练影片，强调确保主权的决心。暗过几天，用机照常绕台，倡导动作真济。 政策相关最新一期美国陆军军事评论上月刊以中国武力犯台为主题做系列报道，其中研究员指出，卡苏是要维持保卫台湾主权的承诺，美国就要考虑中心伫台湾部署地面部队。佮指出，美国陆军应该做好准备，伫台湾部署4的数万兵力，加数千台重装军车，将来犯的解放军赶入海。 目前美国在整个亚太地区的驻军，基本上还是以它的条约盟国为主。我们跟美国目前并没有正式的官方关系，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其实要期待说美军驻军到台湾，我觉得这是可能性跟可行性，目前来讲都非常非常的低。学者指出，台美目前无邦交，美军要驻台可能性无悬。不过这时阵释放信息，应该是甲中美之间军事拼场相关有关系。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沙波是以视频回复记者询问如何看待中国最近伫台海的抢夺动作，伊表示，台湾的安全甲人民无受威胁，自由决定未来认定。对美国利益、国际安全来讲，拢真重要，表达美国支持台湾的立场。记者综合报道。 在咱关心美国《Time》杂志公布自控全世界前100名上有影响力的人物，咱总统蔡英文甲台湾同志运动的先觉者纪嘉伟拢有入选。 美国《时代》杂志公布2020年100大全球上有影响力的人物，总统蔡英文入选领袖类，并且得到美国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写文推荐。克鲁兹形容蔡英文是一拍投射出中国步步进逼乌影的明灯，向全世界表达台湾未归顺伫中国共产党之下，自由是台湾的北极星。尤其伫疫情期间，更加显白证明病毒会当被控制，而且无需要学中国的极端政策。是有国际媒体注意到蔡总统，其实这就代表台湾人民的努力，我们一起都被国际的媒体看见，我们一起都被世界看见。 总统蔡英文也伫并且表示，这是所有台湾人的成就。另外，台湾同志运动先驱推动婚姻平权指标性进步，纪嘉伟也入选。纪嘉伟的介绍栏肯定是总统蔡英文写的推荐文。俄罗纪嘉伟是后一世代希望的代表，照光未来道路。纪嘉伟知影消息，第一时间也叫实施诈骗集团对下当入选感觉公益。就非常荣幸啊，能够至少是又是一个台湾之光吧，啊，那能够。 因为这个性别婚姻平权的事情，能够让国外看重啊，那希望说亚洲其他各国也能够放心的把这个所谓性别婚姻平权的事情大力的推展。 流亡英国的前香港政治创党主席罗冠聪也上榜，并且由前港督彭定康写人物介绍，形容罗冠聪是少年一代典型勇敢代表，无惊中共的打压，坚持为港捍卫自由甲民主。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德国总理梅克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拢伫100大名单中。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天气，轻度的风台北海低，目前行向日本。今日明仔载2天会上wat近日本，对咱台湾无啥影响。那咱台湾的天气安怎？来看温度。咱台湾今仔日的天气主要是受东北风增强的影响。伫北部、东北部外岛的金门、马祖有局部地渐阵雨，温度会略略下降。伫东部、东南部下晡到暗时会有局部地渐阵雨，也是雷公雨，有的所在雨嘛较粗。其他所在甲平湖今仔日是多云的天气。气象局有发布海上强风特报，下晡东北部海面
下晡伫东北部的海面，也佫有海峡北部的海峡，台湾海峡的北部会透6级风，伫海面上的船只爱细致。中秋要到位啊！中秋送礼，政府检验对国外寄来台湾的月饼礼盒，9月份已经抓到21件违规的包裹，其中有8件是有包猪肉餡的月饼。烦恼这的肉品会成做非洲猪只防疫空芳，农委会呼吁民众唔通买国外有包餡的月饼。检疫到行过，就随骗出包裹内底有肉的物件。中秋节送礼大月就要到啊！农委会会同关务署加强稽查国际包裹，检疫到配电公鸡扫描，烂杂疑似动物的检疫不了后，防检局人员会甲箱仔拍开检查，若有违法猪肉的产品，就会销毁。那仅仅9月份，我们就拦截了433批可疑的邮包，那工作量已经是平常的4.5倍。那我们预估啊，在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那必须要开箱查验的这个邮包数啊，会有大幅的这个增加。去年中秋的期间，防检局伫咧邮包中心查到195件违规的动物产品，其中97件是有包猪肉的月饼。若今年9月份到今，已经查到21件违规，其中8件是有包猪肉的月饼。按算算落来2礼拜，是检瓜价有包肉的月饼入来的高风险期，会加派卡手查验，阻挡非洲猪只。8月、9月进来被我们查到的肉品的阳性的比例，来自中国的高达40%，8月来自越南甚至高达100%，所以我们要把每一件可能的肉品全部都要阻绝在境外。农委会提醒，有哈姆或者是包肉的月饼，拢是传播非洲猪只高风险的产品，尤其是生的肉，无煮过、无食了若变喷，恐惊成做防疫的空芳。呼吁民众唔通伫外国买有包肉的产品寄到倒来台湾，若收到违规的礼盒，嘛应该随送去动物检疫机关销毁。若是违规去互查到，会处3万块至15万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中秋甲国庆陆续连续假期，为着避免国道5号大塞车，交通部有提出几项措施，包括国道5号的匝道无开放，高乘在管制时间会提早1点钟。若公路总局公路局的票价嘛会变较俗。交通部高公局是推测讲，中秋连续假期头一天，国道应该会上塞车，车流量恐惊会甲过年的正月初1平齐。来看《苹果日报》，美国总统川普竞赛库许纳向亚公移向咱台湾的调丰银行借5000万美金，大约是新台币15亿，有利益冲突的嫌疑。调丰银行昨是背回讲，当初是2015年参与美国富国银行联合贷款案，贷款予不动产的开发公司，而且这个钱早就已经还清啊。而且伫2015年时借钱的时，川普嘛也毋是美国总统。来看《自由时报》，台中出现甲人挂拿后的歹徒，有一个查甫人昨下晡伫台中的西屯区台湾大道的路边砸一台客运车，伊上车了后摕出刀片挂司机的拿后，抢走2000块。被害人送病院好加在无性命的危险，凶手昨暗10点的时嘛已经抓着人啊。咱台北市内湖区的康宁路有一间无牌的老人安养中心，拜日下晡发生火烧，烧死3个老大人。市长的负责人向上法办以30万被交保。台北市政府即马是证实讲，捌接过里长的检举，也毋过并无去处理，所以嘛无啥物调查的记录。红色线内底，这间老人安养中心互大火烧甲乌。23下晡3点左右，主任检察官亲身到现场查看，想要查出来出代志的原因。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的疑惑，另外一部分当然有问过这个被告之后，然后有一些疑问的部分，我们再进来，看一下，看有没有要厘清的地方，那跟被告所讲的是不是一样？是认为也是意外，拢需要进一步调查。但是看这间安养中心，伊个伫徛街内底，门仔无看板，平常时啊铁门拢有落，甲厝边嘛无啥物活动。好，会看到那个外籍看护出来倒垃圾，其他基本上就是铁门，里面人也没有跟外面人接触。前阵子也有遇到负责人的先生，那你跟他询问他怎么说的？他是跟我说，黑喜就是照顾家里的长辈。
根据了解，这是一间无执照的安养中心，负责人原本经营幼陈养护中心，大约有4年的时间，但是后来因为拆股关开，伫去年7月，做这间厝，甲3个老大人转到遮来安置，其中70岁细壮的老大人，甲59岁细老的老大人，平常时行动无方便，拢倒伫眠床。火灾发生的时阵当场死亡，阁有法度行的69岁细蛋的老大人，伫过一天嘛，因为受伤伤过重而过身，因进前每一个月纳1万到2万块的照护费用。这场大火唔但烧出3条人命，嘛烧出无照安养机构的人芳。台北市政府证实捌接到通报。108年8月到9月间，到今天为止，除了那2次的电话以外，里长也没有再做相关后续的通报。卫生局他通报以后，我们的同仁的确在9月17号有陪同里长去现场。那远景当天有打电话请远景到现场，但他的确没有交办说这个地方还需要再去查核。议员批北市螺丝松了，有什么看法？哎呀，松是不会松的。面对质疑，台北市长郭文泰对市府有信心，不过台北市卫生局嘛指出，要派人去查访，但是因为是面体，佮加上铁门诱来，有拢问要回应，但是嘛无法度证实敢是谁危害，因此来结案处理。黄珊珊强调，未来进行全面的检讨，但是对于非法业者防范，该人透过家属的通报，也是当地里长的访查。另外，案发现场的负责人姓丁的业者，伫检察官问询了后，以过失伫书顶罪嫌，以30万块来交保。记者综合报道。要说安养中心爱先通过消防无障碍空间大小种种的规定甲检查，那安尼无牌的安养中心，哪有法度生存？专家是认为，台北市各种成本拢较悬，因为合格是较贵，无合格就较俗，安尼就挺好有生存的空间。消防栓灭火器自动喷水系统拢有加上真快通道，一旦拄到火灾意外，会当协助下层的长者逃生。立案合格的长照机构对于消防设施是无用稳凊彩。台北市内湖一间无立案的养护中心火警夺走3名长者的性命，更加烧出无照安养机构的看点。按法规，长照机构需要符合消防安检无障碍设施等规定。那如果说住民发生问题需要推床的话，它都可以很顺利的透过水平疏散或者垂直疏散来运送。设立长照机构，房间基本条件包括严格禁止设置地下楼层，平均达人楼地板面积应该有7平方公尺以上，床边甲临床的距离上少80公分，床尾甲壁隔至少1公尺。门框要规定需要伫80公分以上，甲会当直接进入房间，唔免经过其他房间的走廊。严格设立的规定加上台北的土地贵，令到成本负担大，互台北市私立小型养护机构真歹生存。为全盛时期的203间，高达只剩90间。那很多都是外溢到其他县市，包括桃园、新北、宜兰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陈景玲指出，台北有半数家庭选择聘请或者义工照顾长者，一个月收费2500，比伫养护中心3万至7万相对较俗。另外，为什么非法的养护所要当生存？关键都伫部分的家庭在得较暗。如果没有聘外劳，那第二个选择一定是要送到机构去，有全天候有人照顾，那不然就要自己离家辞职回家照顾，很需要24小时有人看顾的。这种服务形态，其实目前长照2.0并不存在补助，就是没有给补助。卫福部统计，全台护理之家、老人养护中心等大数机构有11万床，平均占床率85%，看起来无成为不足的问题。也毋过，陈景玲讲，政府疏忽导致床位无够应付，民众拢希望在地在社区安老。虽然政府协助成立治疗中心，也毋过治标无治本。若讲无法度满足24点钟照护需求，这寡优良长照机构第二来有缘会继续存在。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疫情指挥中心昨宣布，对今日开始要开放台湾人的中国配偶，也有外国人的中国配偶，还有未成年的囡仔会使申请来台湾团圆。也毋过入来了后，爱先居家检疫14天。另外，对菲律宾入境台湾旅客，即马改做有镜头就要做采检。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无新增加病例，全台总计确诊人数维持在509例，其中480人解除隔离，也有22人住院隔离中。而根据疫情指挥中心统计，对菲律宾来台湾的旅客有症状的确诊比率明显比无症状人较悬。所以讲，指挥中心宣布，对9月20日开始，菲律宾所有入境旅客会对入境全部检查，改做有症状才采检。也毋过，集中检疫14天期满进前，一律进行采检。本来在入境的时候，我们都做采，那现在我们把它修正为就是要检疫完成前采。
入境的时候就不采，因为在入境的采看起来效益很低。另外，考虑国内疫情防控能量兼顾人道人伦需求，指挥中心也宣布，对9月20日零时起，民众的大陆籍翁婿家后，在中国已经登记并且完成移亲手续的，要外国人的大陆籍翁婿家后，也个未成年子女，拢能申请来台湾入境了后，依然需要自主检疫14天。目前这个人数有666位外国人，但是他的配偶是中国籍的。那这一块呢，它的随行团聚的部分也有74位，所以合起来总共有740位。伫中华关卫生局进前，家己对自主检疫的人全部检查，和陈市长亲身下令政府处调查，调查结果23公布，认定中华关卫生局有2项作为违反指挥中心的政策，不过现行法令却是无法通法，未来会修法来补强。在目前来讲，我们对这样的情况虽然是一个违法的行为，但并没有相关的一个法则在。那未来我们会在修法的时候把这一并列入考虑。伫中华关府回应表示，对着廉政调查结果是尊重，后续的相关庭事等收到正式报告了后，才可做适当处理。伫进前分别记到菲律宾甲日本同步，有18名菲律宾籍的民众，也有1名日本籍民众，对台湾登记母国的时阵检出新冠肺炎阳性确诊。指挥中心赶紧列出伫台湾接触者372人，结果核酸甲肺清的抗体拢是阴性，显示个案无伫台湾感染，也毋是互相相互感染的。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即马也在增加。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3100万例，死亡人数有97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即马病例是17509例，中国的病例有85000多例，香港有5000多例，伫日本是超过8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710万例，印度超过560万例，伫巴西超过459万例。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68万例，英国超过41万例，伫法国是超过50万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顶礼拜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确定病例一届就增加到200万人，这嘛是疫情拖到今上严重的记录。I think it's a horrible thing, but if we had not done it right, you could have 2 million, 2.5 million, or 3 million. But it's a horrible thing. Should have never ever happened. China let this happen, and just remember that. 同时间，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一份96页的稽查报告，其中指出，中国政府早伫今年1月初1就下令封锁被记做病毒爆发源头的武汉海产市场，需要进行消毒工作，是咧掩蔽证据，互外界无法度进行后续查证。报告并且呼应川普的讲法，认为若果中国当初有遵照国际规范，落实防疫措施，全球的确诊甲死亡病例会比即马少95%。另外，欧洲的第2波疫情有相关的趋势。原定24开始的欧盟高峰会，因为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接触过1名境外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米歇尔本人需要接受隔离，所以峰会将会延后到10月初1。另外，伫英国首相强生伫当地时间2日对全国发表电视演说，再次呼吁民众确实遵守防疫规范。While the vast majority have complied with the rules, there have been too many breaches, too many opportunities for our invisible enemy to slip through undetected. So today I set out a package of tougher measures in England. 英国政府提出的管制包括上班要尽量伫厝上班，所有的小卖业员工、坐客停车也是进出病院的民众要挂喙暗，若无将面临至少新台票7000的罚款。另外，所谓酒吧、餐厅，只会当互人客伫餐桌点餐了后，由服务人员送餐。强生伫演说中强调，英国人民有热爱自由、无受约束的天性，也毋过为了防止疫情扩散，管制措施是不得已的做法。若讲各地警察局的人力不足，政府将考虑动员军队配合警方执行各项管制。记者综合报道。今头来日本的白银州连续假期配合日本政府在推出国内的旅游方案，所以日本各地头观光客靠。也毋过，即摆有专家就烦恼讲，疫情会因为安尼佫拖开。来关心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23雄宣布就职，引起几若千人行上街头抗议，大约有100人互掠去。帝国已经针对这场秘密就职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民众听讲卢卡申科已经就职，拢去行路示威，大批警力出动维安，为群众游行，为人士分散，甚至伫警方晚间时阵走互警察局。明斯克行路无平静，警方面对混乱的示威行动，更加强调到以水条赶人。被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无事先发布消息，就宣誓就职，展开伊第6任期。进前行路全面封锁，伊车队穿过明斯克市区，大家都咧叫，暗过无官方证实。День инаугурации – это день нашей с вами победы. Сегодня же, выстрадав эту победу, мы поднялись на новую ступень самосознания, остыв от горячки электоральных баталий. 流亡立陶宛的反政府领袖伫哈诺斯卡亚，伫卢卡申科宣誓就职了后，以录影方式表示，家己才是为伊选取得胜的领导人。Дорогие белорусы, сегодня в тайне от народа Лукашенко попытался провести собственную инаугурацию. Мы все понимаем, ч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Эта попытка признать себя легитимным привела только к тому, что предыдущие полномочия закончены, а новый мандат народ ему не выдал. 对卢卡申科秘密宣誓就职，德国认为伊受政治认真无民主合法性。66岁，卢卡申科8月伫选举争议当中延续政权，为迄时阵市微调就展开。明斯克的动团已经超过6礼拜。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奈及利亚中南部有一台汽车车爆炸，上报有28个人死亡。初步调查，这台车的挡啊氦气才引起不幸。现场大火乌烟呛关关，当地人嘛真惊吓。这台汽车车因为挡啊氦气，直接弄到5台车，死者上无有28个，包括负责人、囡仔、过路人等等。根据路透社报道，奈及利亚是直接出车祸，因为当地路况也个安全标示拢无好。镜头来澳洲塔斯马尼亚岛西部海域，主本有发现270只海鸥集体靠打，结果昨对空中一看，发现还有第2批差不多200只海鸥嘛靠打，而且大部分都已经死去啊！保育专家即马正在抢救，嘛在找原因。搜救人员将靠打的领航舰引导到船边，佮用特殊的吊索将伊挂咧，拖咧航行到较深的海域释放。澳洲塔斯马尼亚岛西部麦奎里角4公里的浅海海域，里一被发现有3大群，活270只的长期领航舰集体靠打。第三透过空中观察，佮发现附近无到10公里，佮有大约200只的领航舰靠打，所以总数活近500只，成为澳洲现代史上上惨的海岸靠打事件。But certainly from the air, they didn't look to be in a condition that would warrant rescue. Most of them appeared to be dead, but we'll wait on advice from the ground crew before we make a final call on what we do. But you know, if they can be saved, we probably will send crews over there to do that. 伫发现的270只靠打海鸥，已经知影至少有90只死亡。英国科学家无放弃救援行动，乐观表示将会救出更加侪的领航舰。目前已经成功救出大约25只，因为其中有少数的领航舰被调去影响再度靠打上岸。海洋生物学专家判断，连日发生的海鸥靠打事件，应该是属于同一件。I think it's really likely that this was part of the one stranding event of a big group. So this would have been one big group offshore, and whatever's brought these guys into the harbour is the same or a similar reason for all. And yeah, I think we can consider it definitely part of the same stranding event. 澳洲官方继续扩大搜索附近海域观察监视，也有海岸靠打。60名环保人士技术熟练的志工甲当地渔场工人组成的救援队伍，集中救援大约200只掉伫沙漠的领航舰，会当救偌济算偌济。目前也无法度确定这件大规模海岸集体靠打的原因。不过科学家表示，领航舰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有可能是为了要找只靠近海岸线，也可能是缀着1、2只偏离航道的领航舰所集体靠打。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咱做回来看世界。市场烦恼第2波疫情拖翻头，加上年底美国要选总统啊，美国的股市今仔日佫出现跌压，道琼指数收盘佫落525点，纳斯达克指数是跌3%。疫情恶化，美国上升拼经济的方案嘛生袂出来，这拢有去害着股市。法国的卫生部长开记者会，表示法国的疫情直头在恶化，而且宣布讲法国第2大城马赛已经进入警戒，对后礼拜开始
餐厅抑个 pub 拢袂使做生意，爱关门。啊，个有巴黎在内有20外个城市的 pub， 暗时10点嘛爱关门。2014年捌摕过诺贝尔物理奖的名古屋大学教授田野浩，伊带领的研究团队，即马是宣布讲，因已经成功开发出高效率免电线就会当送电的新技术。来关心第75届联合国的大会总辩论日举行，关系紧张的中国甲美国两国的领袖是一句来一句去。美国总统川普用中国病毒骂中国，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口说美国，讲大国爱有大国的款。China locked down travel domestically while allowing flights to leave China and infect the world. 23个联合国大会，各国领袖历史上头一届先甲要发表的演说落好好势。因若川普大力批评中国，毋若摆脱，甲制造塑胶的海洋粪扫，拢是全球头名，嘛是造成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凶手。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ich is virtually controlled by China, falsely declared that there was no evidence of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Later, they falsely said people without symptoms would not spread the disease. The United Nations must hold China accountable for their actions. 世界卫生组织甲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张军拢讲川普的讲法是无根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落好的联大演说，讲会支持全球多边体制，强调讲会继续对话来解决甲各国的冲突，嘛宣布会金钱援助联合国至少1亿个美金，支援联合国伫国际事务上的发挥。我们永远不称霸、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无意跟任何国家打冷战、热战。大国应该有大的样子，要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承担大国责任。伫中国提交的另外一份长篇的声明当中，是批评美国无咧要与国际合作，退出全球气候甲伊朗的核协议，嘛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甲世界卫生组织，讲袂当啥物人的拳头无较大，就听啥物人的。任何国家拢无权力控制别个国家的命运甲发展的优势，嘛袂当伫咧国际上伤过压霸、武霸权甲霸凌别人。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伫联大开幕演说当中呼吁讲，世界应该爱避免美中之间发生新的冷战，而且停止武装的冲突，全力对抗疫情。Parce que le monde tel qu'il est aujourd'hui ne peut pas se résumer à la rivalité entre la Chine et les États-Unis, quel que soit le poids mondial de ces deux grandes puissances. 法国总统马克宏伫联大录影演说当中表示，全球的领袖无应该受到美中之间权力斗争的影响。应该爱有现代新的共识，减少靠强权国家关键技术的习惯，来应应全球各种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自1971年退出联合国个单已经要50档，有民间团体即马是认为讲，台湾爱甲美国继续保持关系，趁这一摆防疫成功，全世界拢看到台湾的时，拍拼去争取加入联合国。COVID-19 伫咧世界各国也未动点，台湾虽望伫即摆防疫表现受到国际肯定，也有世界拢学落的健保制度。不过要进入联合国，定定受到中国打压。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涂胜哲认为，台湾爱强化和美国的关系，爱打着这个时机，重新加入联合国。换人是不大可能的，因为伊入去内底吼，要去甲别人赶走，要讲抢伊了以后倒来坐，这个是无可能，因为迄阵已经蒋介石的代表已经被逐出联合国啊，所以咱即马用一个新一独立的国家的名义，用咱台湾的名义，用咱的国名，安尼较可能性较大。不过，国民党是主张以国号中华民国的名义重新登去联合国。前国民党的青年团总团长林嘉兴，也搁伫这个月发起 ROCUN 反联特工队的联署活动，佮将台湾国旗刊伫咧 Washington Post， 就是希望伫咧联合国大会开机期间，互世界看到台湾。咱即卖国号就是叫做中华民国，我强调就讲，所以咱大家免为着这种我感觉虚伪的假议题去做政治意识形态斗争。咱若是讲咱即摆选的是中华民国的总统，中华民国的行政院长，我们就好好支持林嘉欣的想法。所以讲，咱基本上尊重现有的体制，按照公道法上案入去迄个中选会嘛，因即摆10月中可能就做一个决定嘛。第二阶段咱就是要签50万份的
的连输输啦。要安怎进入联合国，哪里个意见虽望无同，不过拢希望收集更较侪民意，让世界看到台湾人民有民主和团结的心，量早参与国际事务，贡献咱地的健保医疗相关的专长。记者阿明金、谢桂林台北报道。来关心国民党要发起两项公投，一项是公投北大选，一项是反对有三肉精的猪肉，目前等待联署。昨早由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带队，把第一阶段的联署书送到中选会，要拼明年的8月28来进行公投。另外，国民党嘛霸占议场，无爱互行政院长苏贞昌去立法院报告。人民要公投，力挺台湾猪；百姓要健康，来猪不要来。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和立法院国民党团总调林维洲带领党务干部和立委，甲一箱装各式案公投、公投北大选两个公投的第一阶段联署案送入中选会。江启臣当场公布联署书的数量，第一案公投北大选联署书是收到12519份，第二案是案公投是收到2万多份。我们送的第一阶段，那第二阶段能不能过，就要看中选会。所以今天来到中选会，我们除了送案，我也要呼吁中选会不要卡案，不要卡案。你卡的不是国民党，你卡的不是这一些联署的人而已，你卡的是一个整体的民意。整体的民意有高达70%是反对瘦肉精猪肉进口的。主席，你太傻太天真。好，中选会不卡案，怎么对蔡英文交代呢？中选会收件的时阵，国民党要求具体回答完成插队的时间，煞直直着伊规定办理的回复，双方有淡薄仔僵持。国民党为着反对美国猪肉，第一行政院长苏贞昌22日伫立法院的施政报告，苏贞昌受访的时阵认为这是立法院运作起起倒倒。昨天我应邀到立法院报告。是立法院朝野党团协商，而且立法院排的行程，我已经应邀前往，却不能上台，这是立法院自己运作的，出尔反尔，这国人也都看在眼里。苏贞昌认为，若是因为政党的竞争阻断行政院长向个人报告，影响个人在的权利，民众会袂欢喜。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猪肉这个议题继续伫各地方在烧，因为美国猪肉进口的问题，台南伫8月底，啊那高雄伫9月初，拢已经有新推出台湾猪肉的标章。不过即马就高雄的议员批评讲，标章无经过审查，高雄市的农业局已经出来驳回，强调讲已经在规划检验机制，而且开放美国猪肉入来了后，卖去追查美国猪肉卖去倒位。猪肉商品真多，对外观根本无法度判断到底是国产的猪肉，还是进口猪肉。为着因应明年一个美国猪肉进口，高雄市9月初先家己印国产猪肉标章。不过，民意代表质疑发放这个标准真凊彩，农业局表示应甲卫生局规划好查验机制，也严格监管。只要留下公司地址跟相关资料，就可以领取一张国产猪肉标示的贴纸，那根本就不用经过审查。那请问一下，谁可以保证这个国产猪肉的标示是有公信力的？供应商他要去跟贸易商购买，要购买才会有所谓的外国猪肉。那这些外国购买之后，外国猪肉进入到哪一些的通路或者是餐厅的话，就会有这个流向。那政府再依照这个流向精准的去进行10倍的抽验。其实农委会在12月发统一的国产猪肉标章，县市有个家己标章，安尼是不是会互民众感觉无啥啥？相关有发县市专属国产猪肉标章的高雄甲台南市拢表示，到时阵会以中央为准。新的标章的一个定版，那预定在年底前会推出全国通用的这个认证标章。那到时候的话，我们会配合中央的相关的政策哈。但统一标章公布了后，未来申请国产猪肉标章的餐厅也是超市业者袂用卖，也是使用进口猪肉。民众认为大标章确实会比较放心来消费。他要是有表现说他是国产猪的话，我有需要的话，我当然会去消费啊。政府背书的话，人民就比较放心了。除了大标章有帮助以外，民众希望讲政府加强稽查。对此，台南市卫生局也表示，未来每个月会稽查500间以上的卖场加餐饮业者，对着因使用的肉品必须提供原产地标示，也要求业者要有进货单才凭证来做比对检查。记者综合报道。
在地上大条镜头来屏东乡村的学生囡仔，定定伫一开学，也是新的学期开始的时，会发现讲老师又搁换人啊。屏东县政府对今年开始，甲乡村半岛市的乡镇列作偏远地区加急的范围，公告人员逐个月会当个加薪水3000多块。目前嘛当咧去乡村老师的宿舍，希望伫明年会当完工，甲老师留伫当地教册。好，所以这时候小花狗对小牛说什么？开学还未一个月，乡村大公国小2年的学生都爱熟悉新的老师。这位谢老师这学期才拄来，其实伊是高雄人，自愿来乡村教册。我想实现理想，突然发现说，怎么大家都是新进的老师？对，这的确让我蛮意外的。其实大公国小全校干的9位老师，这学期就7个是新来。老师常常换来困扰伫教养国小嘛有，这学期换过7位代课老师，苏老师是其中一个。因兜住伫高雄，去台东教册6档，即马考来乡村，一共至少爬过1粒山。不过伊依然是打算要回去高雄。适应的话，可以至少再待个久一点这样子。对，但是如果真的家里有需要我帮忙的话，还是想要在离家近比较近的地方比较好。我来教养服务已经即马第3档，来第1档，正式的老师走10几个，今年有小可缓和，今年7个。特当爱找老师和校长是真伤脑筋，好在在乡村地区的校长拢发现，今年老师有较好找。因乡村市的乡镇对今年开始，公教人员每个月加一条3090块的加急。另外，县政府打算开1亿8千万，起一间乡村地区的老师宿舍，应提供138间的房间，让老师来住。7000几块、5000几块，伫这个住宿方面，个食呢，食咱家风景区嘛拢较贵啊，所以在生活开销上面就会比较多的支出。今年要来甄选的老师有较侪，对对于讲老师的调动啊、移动啊，其实因素很多啦，加级甲宿舍是稳定因的一个力量。因为乡村是有名的观光区，3栋佮加上税厝这开销，未比市内较俗。加急佮提供宿舍，初步看有一寡效果。咱培养家己的人才，总共伊的厝啊伫遮，是毋是都会较好？目前真侪老师拢期待宿舍赶紧完工，会解决税厝的问题。毛在地老师真贵，安尼做法对想要来乡村教册人有吸引力。不过，敢会好，即马伫乡村教册老师留落来，佫真歹讲。长期来看，要互外地少年人愿意回来故乡服务，培养在地老师，才会当解决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若伫台北这个繁华都市，嘛是有经济较弱势囡仔需要到办站。根据台北家扶中心的调查，接受因的帮助有1300个家庭内底，伫台北有7成的这家庭的囡仔，拢住伫光线不足的环境，甚至有4成的家庭无互囡仔独立的空间通好读册。经过繁华的市区，来到南港的山区，这间红砖旧厝、甲边仔的铁厝，是隔代教养的阿君甲阿公阿嬷做伙住的所在。因为电火无够光，嘛无独立的册桌啊，所以阿君其实真学伫咧厝里好好写功课。我都是在客厅吃饭，桌子写字。晚上就是外面没有灯光啊，然后我写功课的时候手都会挡到光线，所以有时候我是真的没办法写。阿君的环境，甲所谓天龙国的囡仔是天差地。台北家扶的调查指出，其实毋但是偏乡的囡仔需要关心，因调查受到家扶帮助的，差不多1300个家庭，厝内光源无够的比例有甲7成，无独立通好读册的空间的嘛有4成，而且另外佫有4成的家庭，住的所在真下，而且通风嘛无好。就是请社工员都去了解他们家里的一个空间环境跟灯源的状态。我们发现，其实他们的空间真的都是比较狭小，他们的租屋通常都是一个单套，甚至有蛮多都是住在地下室，通风都是比较不好的。那光源的部分，就像刚刚小军他们家一样，就是光源都是比较遥远的。
台北家父表示，虽然经济弱势的人会当申请税厝的补助，不过台北的厝税真悬，可比一个月15000块的厝租，补贴差不多是6、7000块。不过普遍来讲，15000块会当租的套房嘛无几平，因为安尼要是会期待公营的主体数量会当有够，或者是提悬补贴，改善弱势家庭的居家环境。记者综合报道。中华有一个姓林的查甫人，近摆拄着警察要做酒测的时，伊拢拒绝，所以4年来已经连续罚款90万啊！这个查甫人敢若纳4000块就无搁纳啊！这个案件落尾是移送行政执行署彰化分署，即马剩的罚金伫昨昏拢全部收到位。执行署一行人来到这个徛街，一入去厝内就直接问这个厝主。今仔来吼。会算你的酒驾经验伤过济吼，所以面顶有重视吼，要我来了解一下。原来这间厝的所有权人，姓林的厝主，对1804年开始到1807年拒绝酒测，互中华监理站开了11张罚单，罚90万。不过伊一直拢无缴罚款，互监理机关移往执行署执行。执行署人员进前到伊徛街大封条，查封这姓林的厝主名下的财产。这个义务人的话，他是全国第1名，自欠金额最高的。这个义务人，他总共自欠的金额酒驾的原因高达90万。我们做化疗，做电疗。你讲要诊断证明？这个厝主讲，家己长期啉烧酒，得着脑癌，必须定期治疗，向执行署请求办理分期，每个月纳2000块，并且有加后做保。执行署同意了后，伊就是敢若缴2期4000块了后，就违约无缴钱。执行署就向伊的加后来执行命令，有时对伊的银行户头内底扣91万。但没有想到呢，去查他太太，就是他担保人的那个名下财产，发现说，其实他太太还蛮有钱的。那我们就去扣他太太的存款。那没想到，就在那个一扣就扣足了。根据警政署统计显示，对1805年到1808年酒醉开车案件，每年平均拢5-6万件。执行署是讲，即阵欠这罚款的案件，到今年8月底有375万件，欠的金额超过117亿。连去年敢若是执行这个无缴的罚款案件，执行金额就2871万。所以提醒民众，若是无按时来缴纳罚款，轻者名下财产会互扣去，重者互限制人身自由。记者综合报道。玉山的主峰，咱台湾上悬的所在，有一块用英文表示关岛的石碑。也毋过，伫2013年的时，去互雷公卡着了后，逼开了后，即马逼顺是愈来愈大芳，拢无换新。去年玉山的管理处伫咧编预算的时，有甲石碑的钱编入去内底。即马这50公斤重的石碑，伫即个月1日，互不同的少年人排去玉山顶头，2日的时已经踩起来。行伫玉山主峰的步道顶面，山青一步一步慢慢啊行。不过身躯牌毋是一般的爬山的牌啊，而是重50公斤的花岗岩石的岩石。这个是大理石啊？不是啊，台湾的花岗石。离这个岩石顶面刻的正是玉山主峰英文标杆。布农族山青9月2日由塔塔加出发，排着石碑，经过1天1暝的路程，伫9月2日透早，将有来到玉山主峰的山顶了。到了哦，终于到了哦。到了。玉山主峰山顶面有真侪登山客，除了要翕台湾上悬的所在日头出来美景，看到全新的玉山标杆石碑，拢真欢喜，因为这是玉山主峰头一摆换这个标杆的石碑，大家拢轮流要甲身躯这2块石碑来翕相，留下纪念。很新啊，对啊，今天换新的牌子。对。可是应该还没有背50走这么远的啊。有了，就没有做这种的工程的就有了。如果是登山客就没有，登山客25公里啊。玉管处表示，旧的标杆石碑在2013年互闪电攻掉，断去破去，当时有简单修复，不过因为时间久啊，无得搁再修，这摆才直接换新的。那修复那时候是它有裂开，然后做简单的简易的一个扶正修复。但是经过这几年，发现它的一个裂缝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在今年的一个修复工程里面，步道的修复工程里面，把这个也是列为重要的工作之一。历经9月2日这天，互山青排着石碑上山，玉管处也是有另外的用意，因为今年是921大地动满21年，安装新的石碑也代表守护台湾这块土地。记者综合报道。
咱台湾有要挖9成的菱角，拢是台南关田出产的。这几年因为人口老化，所以种菱角的面积分无到400公顷。也毋过秋天到季来到这个所在，也想看到农民伫水田内底挽菱角的景致。农民坐伫咧渔船仔顶，无用挽菱角，便若到秋天菱角大出。台南市关田区乌山头水库水尾所在，就会看到侪侪农民穿着这种规丝的工课衫，伫咧水田挽菱角。菱角跟水稻不太一样，它是连续采收。这个田区我可能采完了之后，那大概2到3周，我们就会再来采第2次。那一次一次这样一直轮到整个植株都不行了。根据农粮署的统计，国内菱角的产量有要挖9成，拢是对台南出产的，其中又搁以关田区的产量上多。不过这几年因为人口老化，地区菱角的产量有较减。本来上济是差400公顷，即摆因为人口老化工的问题所以即摆愈来愈减。虽望种菱角的人变少，不过关田区因为有乌山头水库的好水质，加上土壤较黏，所以种出来的菱角较 Q， 也加较香。农民讲，因要继续种，让关田区继续维持菱角的故乡一个好名声。记者综合报道。世界真新鲜，咱来看狗仔日本就真高生，一体会当生几若只？即马国外有一只狗仔母，狗母一体是生17只狗仔囝。主人一开始是无用咧接生，即马是无用饲饲，无用咧饲呢。 17只才多满月，毛真白狗仔徛伫红叶床内底，伫佚佗，非常古锥。毋过要照顾即大阵的狗仔无简单，烦恼因的妈妈超职无用犬爬里，无冲着冷水，狗主人也搁用牛铃管来饲牛铃。想当初走规暗，用18点钟为狗仔接生的情形，狗主人到即马依然感觉真惊奇。mesame მეოთხე ნუ რაღაცა პერიოდები რა თქმა უნდა იყო ინტერვალები მშობიარობებს შედა. აი უკვე 10 რო გადაცდა, ეს უკვე ღამე იყო. 23-ისკენ მივდიოდი. 10 რო გადაცდა, მე მართლა შოქში ვიყავი, იმიტომ რომ აი არ ვიცოდი რა უნდა მექნა, ან როგორ მივყავი. 狗主人讲，迄个时阵又打电话请教兽医，兽医甲讲，狗仔第一体用生10只已经是破纪录，啊，毋过当时狗仔也是一只一只生出来，现场所有人拢讲去啊。იცი როგორ ცრემლები მომდიოდაო და აი სიხარულის იყო გაკვირა რა ემოციის გამოხატველი იყო ცრემლები მართლა ვერ გეტყვი იმიტომ რომ შოკში ვიყავით ყველანი 狗主人当时全家7人就伫狗仔身躯边斗3共照顾，最后一只生出来时阵已经是隔天早起11点。伫主人的照顾之下，17只狗仔即马拢生了真好。伫送互别人请养进前，这狗仔会为主人带来真侪烦恼。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期间，一寡活动拢取消，伫美国真侪囡仔活动嘛拢已经无啊。 有人跩甲厝内底饲的优乐多牵出来，互厝边隔壁的囡仔耍。优乐多毋惊车滚，囡仔嘛耍甲痛甲。头壳滴渐渐的毛仔，身躯泡伫水内，古水模样，囡仔看了真欢喜。美国维吉尼亚州最近出现一种新的外送服务，就问的是2只真古水的羊驼。 These guys live inside my house, and they never were supposed to do anything besides my pets. But then COVID happened, and plans changed, right? 生出羊驼外送是迪亚兹2年前一位秘鲁搬到这，伫厝内底饲羊驼。今年美国爆发新冠病毒疫情，真侪囡仔无法度上课，困伫厝内。迪亚兹就带羊驼甲老师斗阵去看囡仔，替因解闷，结果真受欢迎，互伊有要出租羊驼的想法。 And I was talking to Fito, the owner, and I was like, "Hey, wouldn't it be cool if we could like rent a llama or an alpaca for like a special occasion or something?" And he was like, "Yeah, but no one does that." I'm like, "Well, I could get a couple because I have the space at home. I know how to take care of them." 迪亚兹伫秘鲁驻地餐厅工作时，就定定带羊驼上班。因2只羊驼皮克斯甲乔乔个性无同，啊，不过拢真温和亲近人。It was a great reaction. The kids love them. They're so sweet. So if anything, it made my day better. I'm surprised to see the llamas. They're beautiful. And I'm actually fit, and it's my first time. They're adorable. Oh, you're so cute. I'm really impressed.
因为伫餐厅常常甲人客相处。迪亚兹推出我的宠物羊婆活动时阵，皮克斯甲娇娇无出现这种不良的情形，也阁真期待出门。目前出租的费用依照时间地点无同，上加半点钟$40，差不多新台票1100块。只要线顶有约，时间一到，迪亚兹就会开车将因送到指定的地点，陪这囡仔度过无共款的快乐 party。记者综合报道。环境爱关心，咱来去关心英国即马陆续传出发现海鸟的双脚和喙暗的锁仔甜掉咧，就亲像挂脚疗共款。根据统计，即马全球目前逐个月会用掉1000亿个喙暗，对咱的环境已经造成真大的负担。有动保团体即马呼吁民众，喙暗要单调进前，建议先甲两边揪大迄条锁仔加掉才个弹。挂喙暗已经是疫情之下新常态，所带来新的环境问题。Disposable masks are made of plastic, so they hardly decompose, remaining as microplastics. As they can't be recycled, they are either burned or buried in landfills, which is a huge burden on nature. 目前全球每个月拼掉1291个医疗喙暗处理已经是大难题。若凊彩拼，佫可能真做动物杀手。这段影片是英国一间野生动物病院为一只海鸟改过的画面。因7月时发现这只海鸟将脚被喙暗的锁仔甜掉咧。经过抢救，才得到自由。不过这毋是过限。英国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7月指出，疫情爆发干那半年，印度救援900多只因为被拼掉的喙暗或者是塑胶本所受困的动物。呼吁大家拼喙暗进前先加长揪大，才袂甜到动物。事实上，这无爱喙暗不止危害动物，对人类也有风险。The coronavirus can last 24 hours and even up to 7 days on a surgical mask. One piece of research showed detectable levels of infectious virus could still be present on the outer layer of the mask. 研究已经证实，拼掉喙暗可能有病毒，所以应该确实拼一粪扫桶，搁伫拼掉进前，将有染的迄一面向内对凹，才袂成做新的传染源。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道在做回来关心，今仔日咱台湾的天气主要是受东北风增强的影响。伫北部、东北部、外岛的金门、马祖，拢有局部地渐阵雨，温度部分卖略略下降。做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1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1度。伫外岛的温度上低是23度，上悬有31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顺心，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
大江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江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主题是祭开秋分。秋分汉字写作秋分，罗马字写作此有秋，好运分。秋甲分拢是第一条。祭开来到秋分的时，秋天已经过一半。秋分这天日时甲暗时的时间平长，所以俗语讲春分、秋分，每日对分。这天过了后，日时会愈来愈短，暗时会愈来愈长，天气愈来愈凉冷，寒人豆豆啊来啊！秋分这时气候是无算热，嘛袂讲介寒。人讲28乱穿衣，就是讲旧历的2月甲8月，天气较无稳定，一天内底有时热有时寒，早暗的温度真差较济。要穿长午还是短午，就会互人真歹选择。秋分另外一个特色是热人的单位声较罕你听到，四界迎迎飞。袅袅趖的窗花，嘛美起来准备过冬。这个季节物产真正丰富，除了切啊当咧挂，海面阁有无共的鱼阵收来台湾西部沿海。啊，若讲到果子吼，鱼啊豆豆啊长红，软软甜甜真好食。俗语讲鱼啊若红，罗汉脚就目可红。是安怎遮好食、遮水的红旗，会互人心伤美丽？早期汉人渡海来台湾的，拢是查甫人。若是无甲有参远的北部族女性结亲情，都定会无厝通住，只好困庙里，特别是困伫18罗汉的脚边。唔只，互人叫做罗汉脚。秋分过，鱼仔红，天气开始变冷，食无母无狗、有路无厝的罗汉脚就会真艰苦。唔只，人会讲鱼仔若红，罗汉脚就目可红。六秋分，短午，长午。28乱穿衣，春分、秋分，每日对分。鱼仔若红，罗汉脚就目可红。天气凉凉，等收成的秋天是我足介意的季节。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招挂先，我要来去散步咯。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啊，好，来，好。